痛风就是因为体内尿酸过多，造成尿酸结晶积伫关节皮肤。一开始就是以高尿酸血症来表现。基美下中心风湿免疫科医生表示，一旦引起痛风关节炎，无好好治疗，症头会愈来愈严重，每一摆发作时间嘛愈来愈短。而且真侪人认为尿酸高就是控制饮食就好，对此医生并无认同。认为生活形态调整、加长期稳定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控制，才是治疗根本。痛风的话，其实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病人其实都会有经验，就是去诊所去打个针、吃个药，其实他的症状很快就会缓解了。可是呢，这个是治标没有治本。我们的本在哪边？就是因为体内的尿酸值太高。所以这个尿酸值如果没有把它降下来的话，其实那个痛风的这些结晶会继续的越沉积越多，越沉积越多，所以那个之后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那个不太会有缓解的可能性而且甚至一些并发症可能都会跑出来。所以痛风其实长久的治疗的最根本其实就是要去降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所以在长期如果要控制尿酸的话，其实还是要配合药物才有办法把尿酸降到我们的标准值，甚至要再更低一点。因为我们希望更低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些尿酸结晶其实在这些关节皮肤的地方它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溶解的。只要我们那个尿酸值降到正常以下，其实它可能就会开始溶解。可是呢，降得更低，它溶解速度会越快，然后如果一直持续的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况的话，其实有一天它的尿酸结晶完全溶解掉，其实就完全不会再发作。医生进一步以患有痛风关节炎多年的蒋氏为例，原本伊痛风发作得到诊所阻止痛的，后来发作部位愈来愈多，差不多每个月拢会发作一摆，才到急诊就医。后来就是长期乖乖食药啊，渐渐尿酸的数值就降落来，半冬后拢无搁再发作。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它其实是